大都市二邊的坐穩，甲周邊的公車網絡，隨着台灣超高齡社會來臨，這場交通路網佇個偏鄉地區，煞有可能受到阻礙，甚至斷站。咱的採訪團隊進入到全國老化程度第3關的台南的組鎮，發現當地雖然有規劃公車路線，但是對山區的長輩來講，要到站牌的一路上進價，迄依然是因無法度克服的熱早。毋若生活受到限制，參要出門這款簡單的代志，攏變甲真艱難。到底國家的政策要安怎來保障着偏鄉長輩徙動的權利呢？中正無礙的系列報道，咱做伙來探討。這老年人你要叫他走500公尺啊，也是很辛苦的事情。負擔嘛是愛去減行，無到了這所在啊，無得走啊。他們能夠移動，才有辦法去接觸更多的刺激，才有辦法健康的老化。這是台南組鎮的公館社區，是大人分散住佇這個山頭，甲主幹道的公車牌仔是離真遠。從阮頭遐佇個，阮頭咧載啊，伊就走啊，我就無法度。是用行，無直個用行，咱行去自然時啊坐車啊。頭20分差不多，差不多愛超過有落來，行足偏僻，較困苦啊。惡地土質限制組鎮的農業發展，竹筍是當地少數會當大量生產的作物。阿嬤就愛派10外斤的筍仔乾，先行20分鐘的山路到離厝上近的公車牌仔，再過搬車，才會當把筍仔乾送到歸鄰。住在偏鄉，他就是連出門可能連個50公尺、100公尺，他都很麻煩，甚至很困難。所以如果你不到府去接這件事情，就是說有跟沒有一樣。對啊，阮遮是無幾戶啦，你看迄位人老人啊較無來遮咧驚打啦，人咱要出去甲恁講恁敢會要甲咱平時要甲來等處理完咯。這個公車人很濟呢。行過台南組鎮的公車，攏總有5條主要路線、3條支線，大概以南168關道、台20線、中山路等主要幹道做通行路線。佇遮以外的居民行動的權利，佫應該愛如何來發聲？走的都是大馬路，那公共運輸它就是定班、定線、定點，所以它就是公車思維。那既然是固定，它就無法進到很末端，好這些比較更進去的山裡面或村裡面。所以它只能在大馬路，或做有限的繞行。組鎮佇咧全台高齡化鄉鎮排第3，有33%的戶籍人口超過65歲。不過實際住佇咧組鎮的少年人，可能比實際統計的數字佫較少。這是我普隆是坐公車的所在啦，即擺攏電子的啊，我知影幾分車幫會到。對你來講較方便吼。對我來講是足方便的。組鎮市中心雖然公車是比其他的里佫較濟，不過原來佇咧偏鄉的所在，也是有其他的困擾。雲南的這抓袂直接啊，都要到新華會當接駁車去阿南病院啊，伊無公車袂當直接過啦。班次較少，伊這駁車的時間較少，但是較險啊等着我用走的，因為迄日拜因吼，我唔敢拜入去抽血足濟人，抽了吼，那是足緊張的，用走的，到遐拄好車來，伊講拄好車來，又講我是佇遐等紅燈等分外鐘咧，無你嘛坐袂赴啊。迄個時間我足緊張的啊！伫遐你抽的時間足緊張的，想講我一定都要坐到12點的啊。當他自己沒辦法走的時候，需要說孩子在的時候，通常長輩會覺得說，沒關係的，我還可以忍耐，不然孩子要請假很麻煩。那我常常會跟長輩講說，你小毛病的時候不說，等到你突然倒下去的時候，如果那個醫生問說，以前在家有沒有什麼症狀，孩子是完全不知道的。反正是我們知道，孩子不知道。其實我們說它叫偏鄉，其實就代表它的距離、就醫、就學、就養、就業，甚至連社會參與，買個東西可能都很困難。
當照社區關懷等政策愈來愈完善的台灣，時代社會參與甲社交活動，互看作是快樂食甲老的基本需求。不過要安怎速地為處理到關懷點的路，是一個難題。我這老人哦，有一個工業啊，加一個同一個依賴呢，變成有依賴性呢。從無來遮哦，感覺怪怪，攏是想要來啊。他們能夠移動，才有辦法去接觸更多的刺激。那我們都知道，你接觸了刺激，你才有辦法健康的老化，才不會突然間就是電視看我，我看電視。對，那個刺激越來越少的時候，其實對他們來講，老化你就會發現突然間呆呆的了，不知道了。來，把你的口罩摕來，咱看呀，大家喷嘴哦，口罩摕落來哈。好，一個好啊，等下咱要來做你看哈。做人工。好，我們到這邊呢，是我們的公車站牌。然後這邊呢，你看一下，這邊有一個小黃的，這就是我們小黃公車的站牌。那這邊看得到，這邊是左鎮區公所，所以我們現在在的地方就是左鎮區公所。計程公車是各地方政府積極來推動偏鄉交通的解放，引導入人工的 DRTS 系統，用實際需求來反映交通量。希望解決大型公車佇咧偏鄉，即馬面對無啥人坐，佮成本增加等難題。這條路線是固定的，幾班也固定的，你沒有按照那個班次，那你就違規了。所以這種固定班次、固定路線啊，是它的彈性不夠。DRTS 特性：彈性路線、彈性班次、預約制。這是我們一個開小黃公車的一個必定的行程，必定的步驟。除了一般公車固定的路線，計程公車還有另外預約式的服務。若是人數有夠2個乘客，車輛就會當直接到站牌1公里以內區域載客，費用同款是公車的計數。這條路真的很小如果平常沒有熟悉，你根本沒辦法上來，你也不知道路，你就一轉彎轉錯了，你就完蛋了。在山區裡面1公里簡直就是不可能的，在1公里裡面是政府會有補貼，1公里以外就是我們自己吸收。這是一個做功德的啊。小黃，你說長輩使用率高不高？就我們的據點而言是沒有使用過的，因為他們不會預約啊。雖然它有一個很好的用意啊，就是只要在公車站牌的1公里你都可以預約，但是要提前1天，而且要2個人。那長輩他們通常都是獨居比較多啊，因為他要預約，所以是不是要有預約的平台的設計？一般的使用者不太會利用這種預約。你說叫老人要使用 Uber 哈，你去訂這個，太有困難，這個叫數位落差。這是30是一個前面的路段。現在我們要往這個方向是228的路線，所以我們要把這個路線做一個調換。看起來相對方便，不過其實原來有限制。營運的方式加成本的考慮，地屬計程公車真歹達成100%需求反映式的服務。差很多的邊，在已經是健保起步的人，就在右下方這個那一塊，所以。變得要到那裡有一個下溫那一塊我看到了就要到這裡就把它摘出來，所以臨時打電話給我在半路上就沒有再往前面跑了。鄉村人口少，所以需求就少。那尤其是高齡人口也多鄉村有個特性，需求少而且很分散，所以呢，營運業者、民營業者去服務的時候，大部分都是虧損。本質上來說，偏鄉的公共運輸，它應該不是一種商業性的競爭，一定要去賺錢。它是一種什麼社會福利的公益事業，所以補貼是正常的。做生意一定要賺錢啊，但是有一些的話，你就要不計成本。
你既然已經投入在一個辦公益的這個企業裡面，你就要有一種心理準備，就是說這一些東西就是我們要吸收，不然讓人家半山腰的那一些老人家的話，你怎麼去把扶下來？放領醫藥的條件，偷放距離的限制是地方的心聲，嘛是偏鄉的交通，國考瓦郡時大人需求反映的方法。組陣的難題，即馬佇咧全台各地偏鄉出現，漸漸啊老化省鎮，要安怎保護居民行動的權利？該等社區甲地方政府進一步來回答。隨着高齡化來臨，偏鄉的徙動的困境到底要安怎來改善呢？繼續來到老人的人口比例上懸，全國上老的鄉鎮，新北市的平溪，也因為有民間團體投入的運輸資源，造福到當地銀髮族，所以袂因為徙動困難受困於厝內，閣會當來重建到社交生活。另外，全台灣第一個規劃到接送系統，而且列入到地方政策注入穩定資源的，是面積長寮的大東縣。繼續，咱就來看這兩個地方安怎為銀髮族拍通到偏鄉的運輸路網。我們會再送他們來社區上課，或者是他們要就醫叫不到車，對，然後或者是就是去採買東西。甲觀光區老爹的印象無同，新北市平溪區腦海程度已經是全台第一，65歲以上的人口逼近43%，因為對着偏鄉這老大人的行動，才有新的解決辦法。我做有一隻，你有看我的私下有一隻，嘿啊，電視就去啊，看唱歌啦，國語講看較無啦。出錢就一隻，才88年，還得去倒去啦，哪有錢看醫生啦？即馬食老啊，出門攏嘛看醫生較濟，公車較早無啦，較早無，即馬才有啦，即馬有我就用過無好，我煞爬袂着，伊個腳力真懸吧。今我們再問兩個人。哎對。民間團體入來社區，用一台車、一個司機，就好這個銀髮族會當四界去。嘿啊，我無通來開講呢。最近較無用。拜二、拜五，攏去食飯啦。拜二也加減去運動，有一個老師來咧教。本來沒有公車，這波也很困難哦。都用我這台發財車載了。上面後來一載就是差不多7、8位，要在這邊供餐哦比較困難，所以說微光進來啊，對我們這邊會幫助非常大。好，像之前我去接阿嬤的過程當中，在接她的時候，我想說奇怪，阿嬤跟陪同怎麼那麼久還沒有出來？一進去家裡看，就阿嬤她坐在輪椅上，她就說阿嬤跌倒。後腦勺有一個腫包，你就聯絡他的家屬。阿媽現在的狀況很不好哦，現在幫他叫救護車，那我就做這樣的處置。阮帶恁遮爾來山，恁來大家攏會安遮爾看燒來講看，阮足歡喜，真個我足歡喜。當交通不再是問題，這老大人會當每禮拜去社區關懷站做伙食飯、運動，豐富的社交生活，同時嘛代表社區緊密的連結，拍通偏鄉運輸的最後一里路。那這樣的一個過程，其實是一種社群關係，所以它不是用政策法規在思考，這樣的思維就會從交通部，我們叫法規這樣的高度，會落到比較說像是社會福利，以人為中心的這樣的一個概念。預約、多彈性，還有社區的人的照顧，這3個元素都進來。DRTS 成功的率就更高了。當然，還有一件事情，就是 DRTS 要有一個永續穩定的財務資源。主要咱從北東以外，今日我靠民間團體力量，想要長期維持甲拓展接送系統有真濟條件，保有穩定的財源，這是成功的關鍵。地形是中高型的大東縣下出第一步，一樣是計程車跳表，可是呢，政府出一半的總車資，民眾出一半的總車資，因為我們有發給我們的老人家敬老卡，一個月有1500個點，就相當於1500塊，所以呢，他要支付的錢也可以用那個1500點的錢去支付。
開啟 APP 後，再登培養在地車輛提供有春秋性的運輸資源，深入社區建立連結甲信任，並且由地方政府補助經費，台東縣成功將需求反映型的交通推向下一個階段。因為我們台東的條件就是最差，整個運輸的這個不管是公車啊或道路的那長度都是全國最遠的，而且這個整個公共運輸系統最弱，因此我們有點是被迫反向思考，我們就放棄掉都會區那一套的所謂的公共運輸的模式，而是改成走我們自己偏鄉獨立的一套系統。政府的資源有長照的、衛福部的、郵政單位、郵車、交通部的、公車，各種部會都有在補助偏鄉，但是很可惜這些資源都沒有整合。比如說校車不滿，那你剩下的位置是不是可以讓老年人上車啊？這是理想的方向，但是可以試着去考慮。謝謝平安。規劃部會資源整合，提升地方政府的參與，是為了要打破偏鄉交通的困境，進一步提供研發足完整的行動自由。而超高齡社會下，台灣已經是未當擱淺的議題。